海恩議員。主席，我對今年政府嘅財政預算案係感到滿意嘅，因為咧而家香港公共財政面臨係唔少挑戰。從預算案睇到咧，係政府亦都係致力達到收支平衡，同時亦都係透過強化香港既有嘅一國兩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等等嘅優勢，積極咁樣穩住經濟。咁所以咧，我係支持今年撥款條例草案，而我將會喺以下3個範疇入邊發言，包括咗係人工智能、低空經濟同埋低軌衛星。首先咧，喺人工智能方面咧，我非常支持預算案中提出預留10億元成立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喺我上個禮拜發布嘅香港人工智能發展藍圖建議中咧，我亦都係建議咗多個嘅具體建議，當中咧係包括要善用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亦都係期望政府咧要透過研發院促進人工智能嘅產業，包括係上中下游嘅全面發展。因為咧，香港喺過往嘅人工智能發展研發之中咧，集中係喺應用部分，對於算力、算法同埋大數據等嘅基礎，亦都係較為弱嘅。咁所以咧，喺數碼港人工智能超算中心，雖然已經係開始啟用，但係整體嚟講個算力咧都係相對上比其他城市係細。咁所以咧，政府更加要積極主動咁樣解決香港算力不足嘅長遠問題。當中咧，除咗要繼續加大人工智能嘅基礎設施嘅投入，亦都係要建設更多高性能嘅計算中心。完善數據中心建設以外，亦都係應該發揮背靠祖國嘅優勢，善用依靠內地同埋大型語言模型基礎設施嘅巨大資源嘅優勢，加強同相關嘅合作，為香港咧帶嚟更多嘅算力支撐。同時咧，響建設規劃同埋佈局上面有所協調，避免係重複建設嘅。與此同時咧，特區政府亦都可以積極同埋內地領先人工智能企業咧係建立深度嘅戰略合作關係，加快為香港引進最先進嘅人工智能技術同埋研發經驗，並參考呢啲嘅成功經驗咧，俾到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更加積極主動咁樣制定符合國際標準嘅人工智能標準。同時咧，亦都要留意市場上面咧有啲乜嘢已經係研發咗同埋已經啟用嘅技術，用呢啲標準咧嚟規範市場嘅行為，防止惡性競爭，促進市場健康有序咁發展。同時亦都係咧要避免重複研發技術，重點要放喺培育市場，而唔係要加入去市場入面。咁所以咧，預算案之中亦都有提及要匯聚行業頂尖人才，探討人工智能嘅發展同埋應用，並將籌辦首屆嘅國際人工智能青年科學家論壇，用以係推動國際交流同埋協作。呢啲工作咧，我都係認為係值得支持。而我認為咧，特區政府亦都可以藉住呢個時間，同國際知名人工智能嘅企業合作，制定培養機制。例如係增加人工智能嘅碩士、博士課程，為掌握一定信息科技基礎人士提供升級進修嘅路徑，優化培育人才機制。同時咧，響中小學亦都要開展學習試驗計劃，優化教學資源嘅分配，將科技相關科目設為小學嘅核心課程，亦都要更新中學嘅大綱，理順升學銜接，多管齊下咁樣增加香港響人工智能人才嘅數目。咁第二部分有講關於低空經濟方面。咁低空經濟咧，作為香港嘅新興產業，喺全球範圍入邊咧，亦都係展現出巨大嘅發展潛力嘅。咁所以咧，我係十分支持發展低空經濟工作組嘅工作，亦都好支持預算案中提及政府正喺度檢討民航法例，務求係完善配合低空經濟長遠發展嘅規管制度。並將於喺今年第二季提出修訂小型模型機令。呢啲工作咧，亦都係見到政府對低空經濟嘅重視。我期望咧能夠透過修例滿足到無人機活動嘅需求，亦都喺平衡航空安全上面所需要嘅監管同埋法規。而政府咧亦都應該同時要簡化低空飛行嘅審批流程，提高空域嘅使用率。香港咧亦都係具備發展低空經濟嘅潛力嘅。一方面咧係低空旅遊啦，香港同時咧亦都係擁有美麗嘅城市景貌同埋周邊嘅海島天然資源。咁如果可以係適當咁樣開發低空嘅旅遊項目，研究更多觀光嘅項目，豐富香港嘅旅遊體驗。咁另一方面咧，亦都係低空嘅物流。咁我知道而家政府亦都係設立咗沙盒啦，令到唔少嘅項目咧可以喺沙盒下邊進行。咁希望咧可以係實現更快速、更精準嘅貨物配送。特別係香港人煙稠密，物流需求大。咁所以咧，如果可以善用好低空經濟咧，呢個更加係有效推動到物流嘅發展。
然而咧，我認為政府更加應該係要優化更多相關嘅基礎建設，例如響充電站啦、起飛場啦、維修中心等等。所以咧，我喺特別財委會入邊咧，亦都係提問過政府，響過去5年同埋預計響25同埋26年啦，每年落成嘅低空經濟基礎設施嘅數量同埋項目嘅內容、相關開支等等。所以咧，政府嘅答覆咧就雖然係話有待監管沙盒嘅試驗項目經驗同埋數據啦，先至可以為低空經濟、低空飛行嘅活動長遠發展咧係定製更加適合嘅基礎建設同埋相關嘅配套標準同埋法規嘅。我希望咧政府係可以加快相關嘅工作步伐，亦都係加快推動低空經濟發展。最後有關於低軌衛星方面，財政預算案入邊咧，亦都係明確指出低軌衛星係全球衛星嘅新趨勢。當中咧，我認為政府更加應該要重點發展民用嘅衛星，例如響通訊、對地觀測、氣象監測、遙感各方面。當中咧係進一步強化通訊，能夠為居民同埋企業咧係提供一個更穩定嘅網絡連接，特別係喺啲偏遠嘅地區或者係海上提供更加好可以用嘅網絡，例如5G 同埋6G。因為咧好多行山啊或者係啲偏遠地區咧，而家仲係未有網絡嘅建設嘅，所以咧希望衛星可以幫到佢哋啦。香港亦都係旅遊係一個好嘅賣點啦。所以咧，如果能夠透過低軌衛星進一步加強通訊情況咧，相信係有助帶動到香港旅遊業發展，亦都可以促進香港嘅經濟。另外咧，可以更穩定、更高效嘅網絡連接咧，亦都係推動社會發展嘅重要基礎。特別係近年嘅人工智能發展咁迅速啦，實時嘅資訊咧係日益需求亦都係增加。所以咧，高效穩定嘅網絡可以係更加好咁樣去處理實時嘅數據分析、物流追蹤、監視交通同埋其他需要即時處理數據嘅情況，相信咧係發揮到低軌衛星能夠協助到香港去推進智慧城市嘅發展，同時亦都可以推動經濟、改善民生。至於政府咧提出研究去簡化審批營辦低軌衛星嘅流程，我認為係有助吸引更多企業可以投身於低軌衛星嘅領域。政府咧亦都係要善用內地嘅衛星發射平台同埋技術嘅優勢啦，同時發揮香港自身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憑藉住成熟嘅金融市場、完善嘅法律體系、豐富嘅國際金融資源，為低軌衛星項目提供更強大嘅資金支持，為相關嘅企業者提供融資平台，藉此咧係推動低軌衛星研發同埋發展，響支援相關產業嘅發展同時咧，亦都可以促進香港同埋內地同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嘅合作，引入全球嘅資本投入。除咗簡化流程之外咧，我認為政府更加應該做好低軌衛星相關嘅法規。一方面咧，係香港而家目前響衛星方面嘅法律咧嘅規管係較少嘅，因此咧，特區政府尤其是響保安、響安全上面咧，更加係要做好相關嘅法律修訂工作，確保有關企業能夠健康咁樣有序發展，加強相關嘅監管工作。另一方面咧，亦都係全球太空經濟相關嘅企業數目咧，亦都係不斷咁上升，亦都可以預期出現更多嘅商業糾紛同埋法律嘅爭議。如果政府咧可以係加強國際太空法規研究，能夠為相關嘅爭議提供仲裁同埋調解服務。總括嚟講，人工智能、低空經濟、低軌衛星呢3個領域，我認為對於香港嘅未來發展係十分重要，不但能夠改善民生，亦都可以係提振經濟。期望政府能夠重視相關建議，整合作各方嘅資源，推動香港喺呢啲新興領域實現跨越式嘅發展，提升香港喺全球科技同埋經濟競爭之中嘅地位，為香港市民創造更美好嘅生活。主席，我謹此發言。